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师父今天把偶遇大师所开示的道理，跟各位大家来交流互动。各位，偶遇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9代的祖师，他讲这些话非常重要，尤其对念佛的人呐，千万一定要重视，要起欢喜、起恭敬心，这个是太重要了。他讲了，一切罪中疑罪为罪啊，一切的罪业当中，怀疑这个罪是最厉害的、最严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佛讲的话你不可以怀疑，你一旦怀疑，就是毁谤佛陀。毁谤佛法，这个造罪很重很重，你很难忏悔，你要洗刷干净，很困难很困难。其他的人与人之间的怀疑，彼此之间可能是比较轻的罪，但是你针对佛、针对佛法来说的，所以在佛法的修行过程当中，不能怀疑佛陀讲的法。一切的功德，信为其首。所有的功德在哪里？功德在你的身上，要怎么慢慢的滋长提升？信为其首，佛陀讲的每一句话，我绝对相信，我愿意接受，而且能够信受奉行，不去违背，这个才是标准的佛弟子嘛。深信发愿，即是无上菩提。你深深的相信，我发愿，绝对在我舍报往生之后，我一定要到西方的，我没有第二个选择的。我一念佛，佛要救度我，我发愿要到极乐世界。那么深信发愿这2个记住之后，就是无上菩提。什么是无上菩提啊？至高无上的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。至高无上的菩提，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你到了西方，一定成就成佛了之后，你可以到任何十方法界来广度众生，给众生带来光明，给众生带来希望。何除信念，实为净土的指南。如果你相信，我绝对坚决的相信，我绝对不会有任何摇动、任何怀疑。我愿意到极乐世界，这个愿望你都是记住了，实在是净土的指南。指南就是好像一个指南针一样，给你指导一个正确的方向，不会去走错，不会偏差，不会堕落。所以何持信愿，实为净土指南。净土就是念佛法门来指导我们正确的道路，我们不会再走冤枉路了。很简单几句话，但是里头的含义很深。所以我们呢，有时候话讲得很多，讲得很漂亮哦，但是你信不进去啊，他的心没有坚定啊，摇摆不定啊，那这个信呢是非常肤浅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偶遇大师这几句话来提醒我们大家，我们非常感恩他老人家，非常感恩。阿弥陀佛。